位業主，第5屆業主立案法團上任至今已經有1年時間啦。而家就由我哋為大家回顧一下喺過去1年一啲重要嘅事件啦。喺2010年年初，如果大家未有忘記嘅話呢，上屆法團如果獲得通過呢個2000幾萬嘅去做呢個大維修呢，本院嘅儲備呢將會全部用光㗎啦。儲備用光，加上每個月又有赤字嘅話呢，咁錢從何來呢？試想像，咁我哋又點樣去應付一啲突發嘅事件呢？當時呢，係本屆委員呢極力阻止去通過呢個大維修工程嘅，因為我哋認為呢，去動用2000幾萬呢實在係唔合理嘅。呢個呢，亦都係導致大維修要重新再招標嘅原因。喺2010年6月20號，由各位業主1人1票選出嚟嘅第5屆業主立案法團呢，全部都係由新嘅面孔成員去擔任嘅。喺呢度呢，我哋再一次多謝各位業主嘅支持。新一屆法團上任嘅時候，向全屋苑嘅業主公開承諾，要盡心做好監察工作，妥善理財，保護我哋所有業主嘅血汗錢。上任之後呢，主席以及所有委員呢，從來未有放鬆過，去做好呢個監管工作，包括控制日常嘅開支啦、工程項目、節約能源、園藝保養等等嘅。可惜不久後發生咗前秘書張 X 先生2次動用公帑去簽批一啲私人飲食。張 X 先生佢更辯稱老人家為法團工作，唔通連食一啲食物都唔合法？但係呢，其他委員認為呢，如果咁樣做，就已經係違反咗當初我哋參選時候嘅承諾。當初參選嘅承諾就係不會以權謀私，以及不會動用屋苑1分1毫嘅。最後以9票對1票，認為前秘書張 X 先生嘅行為不當。同時，主席師傅以及其他所有委員就係向所有業主致歉，喺承認呢件事上面呢，確實呢係有疏忽監管嘅。吸收咗以上教訓之後呢，法團呢就更加積極去做好呢個監管同埋理財嘅職責。喺短短1年之內啊，已經為美城苑呢節省呢超過100萬計嘅金錢。嗱，我哋隨便呢都可以舉出呢一啲例子嘅。嗱，呢度註明呢，所有例子呢，佢哋都係有單有據有證明㗎。首先呢，就係貴城角泵房入邊有一個分掣同埋繼電器壞咗，康業呢就要求對外詢價維修，回價呢就係4000蚊，但係法團嘅委員呢就唔同意去外判，認為隨便將工程外判呢就係浪費業主嘅血汗錢。咁最後呢，經過法團跟進事件呢，由康業嘅技工去買零件自行維修，零件費只不過係450蚊啫。咁喺呢一度呢，就足足慳咗呢3550蚊啦。跟住呢，就到污水渠工程啦。A 座地下至到201室呢，一共有3個單位嘅。咁上屆法團呢，就未有好好去監管底下呢，就任由康業去揾承辦商報價，結果嗰個工程費用呢，就用咗17100蚊嘅。今屆法團呢，去處理同樣嘅工程呢，位於 A 座305室至到地下呢，一共係4個單位，咁費用呢，就只不過係13000蚊啫。嗱，同樣工程呢，就仲多做咗1個單位，但係價錢呢，就比上一屆呢平咗4100蚊。清洗食水缸同埋鹹水缸，上屆法團呢，係交由俾康業外判嘅，每年清洗4次，合共價錢呢就係36000蚊。今屆法團呢就改為公開邀標，咁同樣嘅工程，同樣都係每年清洗4次呢，價錢只係18240蚊啫。咁喺呢度呢就慳咗17760蚊嘅。
滅蚊方面呢，上屆通過購買4部石油氣滅蚊機，總共16,320蚊，但係呢，就唔係一次性嘅使費，佢仲要每年保養費4,000蚊，再加埋石油氣費，再加埋有蚊子，一年就要16,000蚊有多啦。本屆委員呢，四出尋找，而家就改用咗各大政府花園入邊都用嘅嗰種滅蚊紙，一年只不過係690蚊啫。法團喺滅蚊方面節省咗16,000蚊有多。彩色影印呢係好貴嘅，本屆上任之前呢，原來康業每個月呢用喺彩色影印嗰度呢係有成1000幾張嘅，咁每張呢要9毫子㗎。喺今屆法團嘅積極監管底下呢，而家每個月呢只不過係得幾十張彩色影印啫，每個月又慳咗1000幾蚊啦。嗱，喺樽裝水方面呢，過往呢就係用呢個可口可樂廠嘅 Bonaqua 嘅，正常零售價呢就應該31蚊一樽嘅，但係呢，上屆法團呢就唔係直接同可口可樂廠訂購嘅喎，而係通過一間中介公司去訂購嘅，每樽呢就要40幾蚊嘅。今屆法團改用 Tip Top 牌子，並且直接向廠訂購，每樽係20蚊正。訂水方面又慳咗20幾蚊啦。園藝方面，前園藝公司每個月服務月費要16,000蚊，現在嘅園藝公司服務月費只係10,300蚊，每個月節省咗5,700蚊。最重要呢，就係而家嘅園藝效果比以前更加好，嗱，業主不妨親身去睇一睇啊！康業員工制服清潔費呢，每個月呢就要2,000幾蚊，但係呢，合約內容呢其實就唔包括嘅，咁點解又要業主去出呢筆費用呢？因此，現屆法團已經停止向康業支付呢一筆制服清潔費啦，每年呢就可以節省2萬幾蚊。我哋3座大廈嘅大堂呢都有一張地氈嘅。過往呢，原來呢啲地氈呢係要外判俾一間地氈清潔公司去清洗嘅喎，每個月就要510蚊，一年呢就已經係6,120蚊啦。我哋發覺呢筆錢呢係白白浪費嘅，因為本院呢係有清潔公司嘅，咁點解地氈仲要外判去清洗呢？到底係上屆法團未有做好監管，定係另有原因呢？嗱，而家今屆法團呢就交由清潔公司去負責，咁呢方面就節省咗6,120蚊啦。講到走廊紙皮石工程呢，就非常之精彩啦。由2009年7月開始至2010年中呢，上屆法團呢就已經進行咗11項嘅走廊紙皮石工程，一共用去咗1292622個3。嗱，聽清楚係100幾萬㗎。據業主報知呢，原本嘅走廊紙皮石損壞呢嘅面積只不過係小部分啫，但係呢就要竟然全層更換，大家覺得奇怪嗎？同樣都係紙皮石工程，今屆法團喺積極監督底下呢，工程公司回報只有240尺，費用呢就係10,800蚊，節省咗100幾萬。嗱，各位業主喺紙皮石工程項目上出現咁大嘅差距，問題產生喺邊度呢？工程費用又去咗邊度呢？我哋法團呢係唔方便作出任何猜測嘅，由業主自己諗下啦。到本院嘅管理工作啦，咁喺經理人酬金加埋工資呢，康業每個月呢係要支取385,592蚊嘅。咁喺法團公開招標之後呢，就發覺所有回標嘅公司呢，價錢呢都係比康業平嘅喎。最平嗰一間呢，一年呢係可以平到1472712蚊嘅，嗱係平咗呢100幾萬㗎。
嗱，跟住落嚟咧就講大維修回標事項啦。喺今屆法團嘅公開招標底下咧，總共有16間公司回標，咁其中有5間咧就喺2008年咧，佢哋曾經都係參與落標嘅。但係最奇怪咧，就係有5間公司咧，今次嘅回標價咧，全部都係比3年前平咗嘅。其中一間咧，就竟然係比3年前所報嗰個價錢咧，就係平咗13698858蚊。嗱，總共呢度咧係平咗1300幾萬嘅。嗱，喺呢度咧就有一個重要嘅聲明，今次嘅標書內容咧係同2008年嘅內容完全一模一樣。各位業主，從招標管理公司到大維修工程咧，大家可以睇到咧，回標嘅價錢咧係可以比前屆法團咧就係慳多咗千幾萬嘅。咁今次咧，本屋苑咧更加成功避過咗呢個增加管理費嘅危機。咁呢啲問題到底係點樣解決嘅呢？嗱，答案好明顯，而家嘅法團呢，就係一個真正為屋苑盡心盡力嘅法團。嗱，喺呢度咧註明咧，如果上屆係通過咗大維修，同埋繼續以康業呢個高於市價嘅價格去管理嘅話呢，就一定係要加管理費㗎啦。喺節省咗過千萬並且維護到業主財產嘅前提下呢，日前有超過5%嘅業主呢簽名要求推翻現在嘅管理委員會。嗱，正如前面所講啦，本屆法團所慳出嚟嘅千幾萬，過往係到底去咗邊度嘅呢？嗱，不過喺呢度呢，答案都係嗰句啦，我哋呢係唔可以猜測，亦都唔應該去猜測，更加唔可以作任何嘅假設性嘅。呢個會議室靚唔靚啊？係上屆法團用咗40幾萬去裝修㗎，大家不妨嚟參觀一下啦。各位業主，公道自在人心，希望你哋繼續支持本屆管理委員會啦。多謝大家。